把下来看重建3年路的专题报道，3年前莫拉克风灾也摧毁过多年嘅家园咯。莫拉克重建会同民间组织，应该已经完成了36座会所，总共3000人间嘅永久屋，有万个嘅住户幸运喜嘅。不过部分所在民众睇平地寻唔到合适嘅头路，行起爱多转去山当耕种，喺度到山区落太热，路过唔得，农产品又运唔出去嘅。故所就算有嘅喺啲会所，又能落实，行起仍然清太嘅难题。 受到6月的大雨嘅影響，南投縣信義鄉沙木村內就地蘇省嘅農作物被大水打塌，幾下整日嘅大病同本錢都冇睇到，也條辛苦嘅農民曬去南投市嘅沙木沙期過後，沙地附下附近嘅尋到適合嘅條路，也係適合嘅農地來耕種，行起會上山去做農事。唔過前面條路一定要揾人用呢，4年我讀書了，就那有發圖。 指出來呢，參時都係進來山當種啲嘅長菜呀，就話呢落去做成法啦呢。為到解決永久屋居民嘅生活問題，雖然南投縣政府遷到10公頃嘅土地，運送嘅票本50戶人家，不過現正人多土地少，當到村民還係因為做地工作嘅面積太少，冇辦法供給咧，還係要一般客家嘅人冇辦法票到土地。 江頭轉到高雄，已經係啲山林太圍村嘅居民，佢用嘅技術經營山區產業。唔過加上因為遇到落太熱，交通受到影響，農產品咩因為安尼冇辦法運售出去。尤其是這個雨季的時候啊，這個運就更有問題，運有問題，銷更不用講啊。那現在你看這個路，主要道路都遇到下雨都可以，這個出那麼多狀況了，更何況是農路。太熱、颱風嘅時陣，難免講要暫時來講封路，也因為安全嘅關係。啊，唔過我哋要繼續吼來打通，啊，來盡量維持我哋沿向啊，我哋偏向嘅一個交通嘅方便。所以在42個永久屋基地裡面，有22個其實是不離鄉的。然後最重要的是，它可以把它沿鄉跟這一個基地當做一個延伸的基地哈。 把上面的農產品帶下來，然後做互動，所以他們其實心哦，他們的根可能還在山上。3年前的莫拉克風災，當因為安尼家業冇睇咧，唔過伊哋行起會高，也下部分的居民係嘅會所同安全，行家已經係啲永久屋地度，唔過行喺會到生活來煩惱，沙來加條希望，做得有一啲穩定維持生活嘅條路，本加條重新起起來。唔會再個受到天災嘅威脅。客家新聞綜合報道。